开始，顺德科学园区的边仔，早起8点传出着庆声。这是桃园中立分局锁定一个庆炮的要犯，伫顺德市高峰路边的一个停车场，包围嫌犯的车要甲掠，但是嫌犯未配合过来冲浪，警方全上准这个嫌犯的车，连开10外枪，嫌犯最后是车弹的走路，警方即摆全力掠人。 警方锁定抢劫要犯，一路追踪，大动作包围，一直卡窗仔门叫对方落车，想要到对方唔配合，后一秒经人北区甲警察冲浪，互警方开10外枪阻止。嫌犯赛车冲浪警方了后逃走，落尾将车弹的，规台车严重毁损。 现场搁查到一支改造枪，也有毒品。听到有枪声才过来，还是怎样？对啊，应该是便衣的车子吧。然后再挡一台保时捷啊，然后好像跟他敲他的车门吧，然后没有理他，然后就一堆人出来就开枪啊。代志就发生伫今仔日早起，顺德高峰路一间超商的停车场。 根据了解，当时是桃园中立分局的警察队跨区到顺德办案，结果接到线报，锁定一个抢劫的要犯，对方唔配合，甚至冲浪环境，佮弄掉一台停伫咧停车格白色的轿车，害人的车去弄掉电花条啊！停车场内底四界拢看到枪支客啊，甲枪卡。过程中，犯嫌驾车冲撞警方，警方持手枪击发10余发。 犯嫌汽车逃离现场，查获改造枪械1把及毒品，没有人员受伤。拖后背啊！落尾警方伫高峰路的边体抓到其他2个嫌犯，现场搁查到2支改造枪，也有毒品。枪炮要犯搁想要冲动警察逃走，加在无人受伤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